大家想唔想咧喺一個啦2026年啦呢個丙午年啦赤馬之年入面咧去提升咧就自己一個啦地位咧，甚至乎呢個地位咧可以幫你咧去遮風擋雨啊，令到好多咧壓力啊、是非啊、口舌啊、小人啊都遠離你，而去幫到你咧各方面咧都可以掌握之內咧。想嘅話記得睇晒呢一個 video 啦。假如閣下咧第一次入嚟咧睇啊 Ken Sir 呢一個 video 嘅話咧，邀請你記得就訂閱咗咧我呢個 channel 啦。過往咧我拍咗咧好多唔同嘅影片咧，甚至乎嚟緊亦都會拍更多免費嘅影片咧，去為大家咧去講解翻咧點樣可以運用能量咧，就提升我哋自己嘅運氣啦。透過呢一個環境能量啦，透過呢個數字嘅能量啦，同埋透過你自身八字咧，擁有咧嗰個五行咧嘅能量咧，就可以發揮到你自己咧。想嘅話記得就訂閱啦，你就可以第一時間咧就擁有咧我同你哋分享嘅資訊同埋資料啦。Ken Sir 最大目的就想將呢個風水呢個平民化，將所有咧過往咧人哋覺得非常之昂貴嘅風水諮詢費用咧，可以平民化咧俾大家去處理到，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就發揮到呢個能量，幫到你。朋友都知道咧風水嘅能量咧，大自然嘅能量啦，呢個環境嘅能量咧，可以造就我自己。但係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好多朋友擔心自己咧就係咧付唔起咧呢一個咧高昂嘅費用，所以 Ken Sir 會有呢個平民化咧去普及咧，幫到大家嘅。透過你嘅平面圖，透過你嘅資料，可以幫到你佈局。今日同大家去講咧，就係呢一個啦，2026年呢一個丙午年入面咧，點樣可以幫你嘅地位提升？第一件事咧就用翻咧，就係今年咧，今年邊個係話事人啊？今年就丙午啊，阿丙哥就係佢話事人啦。咁所以咧，我哋點樣將阿丙哥咧呢個丙午嘅丙咧，就將佢呢個地位提升咧，就好簡單。如果你有學過八字，或者你冇學過都唔緊要啦。今日 Ken Sir 為你去講解翻。喺八字上面咧，就丙呢一個年份咧，佢嘅祿神啊，祿係乜嘢？祿係俸祿咯，功名利祿個祿咯。你有功名就未必有利祿，但係有利祿咧就必定有功名嘅。乜嘢係指叫功名啊？中狀元啊，幾多品官啊？或者你曾經做嗰啲行為咧，對呢一個社會啊、國家有貢獻咯，呢啲咪有功名咯。香港嘅紫心勳章啦，以前英政府年代嘅太平紳士啊，呢一類咧都為之叫做功名咯。明唔明白？或者現在咧，香港咧有啲叫做咩咪中聯辦港澳人大代表啊，呢啲咪為之叫做功名咯。古時就講緊幾多品官啊、狀元啊、榜眼啊、探花，呢都係叫做功名咯。但係有功名未必有糧出噶嘛。咁但係咧，肯定話俾你知就係，如果你出緊政府嗰份糧嘅話，你一定有呢個權利同埋呢個地位嘛。所以好簡單地咧，點樣去提升你自己嘅祿咧，係好緊要。丙午年赤馬之年個祿神咧就在於巳。如果用12生肖咧，呢個巳咧係代表咗蛇啦。咁我哋咧排翻咧就係呢一個 Ken Sir 有一套咧就係真祿真馬真貴人啦呢一套嘅計算嘅方法咧，喺我嘅6星期成為風水大師嘅課程入面咧係有教大家嘅。咁啊 Ken Sir 有賣告白啦，順便咧俾大家認知到咧我有呢個風水課程咧，可以幫到大家咧去學懂啦點樣為自己嘅佈局，甚至乎咧我入面咧亦都會教埋大家咧嚟緊呢10年啊。你屋企啊，你嘅家居啊，點樣佈局啊？你嘅寫字樓啊，點樣可以催旺啊？令到你各方面可以掌握。想了解更加多嘅話，同埋咧想參與嘅話咧，片尾有 Ken Sir 咧嘅聯絡方法啦。翻轉頭講翻啦，丙午年嘅祿神咧就在於巳。根據呢套咧祿馬貴人嘅計法出嚟嘅話咧，排翻出嚟咧就係呢一個癸字。癸字係咩意思？癸就屬水啦，五行嘅顏色就屬於咧就係黑色。所以好簡單地咧，你今年咧，幫到你提升地位嘅咧，就係呢一個癸字，即係如果用翻咧一啲生肖嘅形態嚟去形容啦，冇錯啦，就係呢個黑色嘅蛇啦。黑色呢個蛇咧，可以係銅做，可以係水晶做，或者咧就係咧唔同物料都唔緊要啊。最重要嘅第一件事就係佢嘅顏色，因為顏色就可以將個能量咧呢一個磁頻啦，呢一個光譜咧就會折射，透過呢一個折射咧，將個能量咧變成黑色，黑色就五行屬水，所以製造成咧就係呢一個癸字咧，就係呢個效果，幫大家咧去提升翻你嘅。咁你可能會問啦，咁呢個應該擺邊個位啊？係咪唔同人係唔同生肖嗱？搞清楚先，我哋現在咧係借用今年嘅流年嘅力量啊嘛，
用丙午年嘅丙呢一個力量去幫你提升地位啊嘛，即係咧揾你梗係最好就係有個大老細喺背後撐腰啊嘛。今年個大老細就係丙午，所以咧用丙午呢一個貴字幫你提升地位咧係最着數。擺邊個位置，跟翻呢個老細話擺邊個位最好就擺邊個位。根據 Ken Sir 研究翻咧，今年咧最多口舌是非咧，就除咗呢個正西位咧就多啦，就係呢一個啦，是非口舌小人之外嘅話咧，你嘅正北位係正北位好有人緣，但係呢個正北位最大嘅問題，人緣好啊，但係咧同樣咧都會咧吸引好多人咧，就會咧呢一個啦計較說教咧就比較咧就唔中意你，所以咧你呢一個正北位，因為今年係馬年啊嘛，馬嘅對家就係老鼠咯。所以老鼠就喺正北位，咁你今年嘅衰破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災煞星都全部集中咗喺呢個正北，亦都係呢一個三煞嘅根源所在。所以咧三煞代表乜嘢啊？前面一個壓力，左邊一個壓力，右邊一個壓力，咁三個壓力咧同一時間走埋嚟，稱之為叫三煞咯。所以點樣可以化解到呢一個三煞咧？將呢個壓力咧完全可以卸走咧，你就將呢一個六。呢一個貴字，呢一個六神咧就擺喺你屋企嘅正北區，我唔理你係乜嘢嘅位置都，總之好簡單，擺喺呢個正北區嘅蛇頭就係向住屋嘅中央。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呢個能量亦都係最重要，就幫到你提升你嘅地位咯。如果你擔心咧，就自己咧唔知點樣去處理或者自己去搞錯嘅話咧，你可以參與咧我呢一個嚟緊咧，我會咧喺1月咧有一個風水講座。係一個網上嘅內容嚟嘅，你可以透過呢個講座咧去認知到你自己嘅村屋係點樣去佈局咯。如果對呢一個貴字，呢一個黑水晶蛇唔知擺邊個位置有問題嘅，下面嘅留言去問 Ken Sir 啦，盡快去處理同埋答你嘅問題。片尾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下一集再見，拜拜。